各位善樂人平安。今日咧嘅講題咧，其實咧係以修補咧做呢個主題嘅。咁咧，但係就係修補呢一個字咧，就未免有啲單調。咁咧，我就借用咗呢個 Dear Jane 咧喺2020年發表嘅歌曲《銀河修理員》入邊其中一句歌詞。咁啊，歌詞係咁講啊：修修補補，亂世中一起蒼老。咁啊，呢首歌咧描述嘅意象好豐富啦，令人咧聯想起好多曾經經歷過嘅挫折、殘缺、煩惱，一啲咧好糟透嘅日子，或者咧百孔千瘡嘅境況。但係好彩咧，身邊咧仍然有另一半、同伴、戰友一齊咧去修補呢啲嘅破碎，讓到人咧可以重尋曙光，對抗風雨飄搖嘅壞時代、壞日子。或者咧，每個人咧都曾經經歷唔同嘅破損，需要去修補，面對唔同嘅起起跌跌、困難挫折，東歪西倒，但係咧至少都走過咗一啲嘅經歷。所以修修補補，除咗可以憑歌寄意，亦都咧係回應自己，整理咧自己信仰生命以及咧呢一年嘅神學生活嘅狀態。相信咧修補過後，藉着基督而嚟嘅真愛，可以對抗自身以及世界嘅百孔千瘡。今日咧揀選嘅經文咧，亦都唔係來自經課嘅，而係咧過去呢一年咧對自己嚟講影響好深嘅一段經文，或者咧唔少人咧都好熟悉呢一段記載喺約翰福音5章，耶穌咧喺畢士大池醫病嘅一段嘅敘事。咁啊，回顧過去一年喺機構當中工作啦，咁啊因為一啲嘅緣故，咁我辭職，到咧進入神學院裏面去全職學習。當中咧都有好多同自己對話、整理，亦都審視自己信仰嘅時候。咁而即將呢一個星期左右多啲啊，我就要去到日本嘅仙台，就進行2個月嘅宣教實習。實習過後咧，9月份又隨即會去到鄰近嘅觀潮浸信會裏面服侍。咁啊，相信未來嘅呢一年咧，都未必會有好多嘅時間可以同大家相交見面。亦都即將暫別善樂呢個群體，我咧再次進入一個未知嘅狀態，亦都容讓呢一段嘅經文去同大家分享我喺呢一年裏面嘅經歷同埋整理。約翰福音咧作為第4卷嘅福音書，有好多嘅內容、敘事手法、記錄落嚟嘅資料片段，都同咧另外3卷稱為符類福音或者對觀福音嘅書咧係唔同嘅。咁咧而有好多嘅神蹟。耶穌嘅講論咧，亦都係約翰福音獨有嘅記載，所以咧可以相信咧，福音書嘅作者咧係為咗一啲特別嘅目的咧，去或者一啲寫作嘅主題而刻意咧安排記錄呢一啲嘅神蹟或者言論。有釋經學者咧會將約翰福音嘅前半部分啊，即係第1章19節至到12章尾咧，稱之為呢個神蹟之書。咁喺約翰福音裏面，神蹟 semeion 呢個字咧，原文嘅意思更加直接咧，可以翻譯為記號。福音書嘅作者將呢啲神蹟記號同耶穌咧嘅講論歸納咧喺神蹟之書裏面，透過咧佢記錄落嚟嘅7個嘅神蹟記號，揭示同埋指向咧耶穌作為神子咧喺世上嘅工作同埋身份嘅。而今日咧所講畢士大池醫病嘅呢個敘事，就係約翰福音裏面第3個嘅神蹟。咁如果大家手頭上有聖經，都歡迎翻開或者聽我讀出。約翰福音5章1至9節，這是以後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期，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池，希伯來話叫做畢士大，旁邊有5個廊子，裡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在那裡有一個人病了38年，耶穌看見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癒嗎？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我正要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耶穌對他說：起來，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經文咧提到耶穌嚟到耶路撒冷，不過咧作者就冇講佢係即係嚟做節，但係就冇講係做咩節。
咁或者咧，可能呢一個造節嘅背景咧，對耶穌接住落嚟嘅嗰啲行動或者講論咧，未必有好大嘅關係，所以咧作者只係輕輕咁帶過，讓到耶穌當下呢一刻咧出現喺耶路撒冷咁樣。但我哋都可以想像咧，耶穌同一般猶太人冇分別嘅，即係佢要專程去到耶路撒冷造節咧，咁應該都係某啲特定嘅節日啦。而造節除咗耶穌一行13人，亦都咧有好多散居喺其他附近嘅猶太人咧，都會前嚟耶路撒冷去造節、朝聖或者進行獻祭等等，場面咧應該都係十分之墟冚嘅。而佢哋今次咧經過咗羊門，又稱做畢士大。畢士大池呢一個嘅記載咧，係約翰福音獨有嘅記載，其他咧福音書咧都冇見到耶穌會行經呢一個羊門嘅地方。咁好似第4章咁樣，耶穌一行人咧似乎係刻意經過撒瑪利亞地，去到今次咧似乎亦都刻意咁去經過羊門呢一個嘅地方。畢士大呢一個字咧喺唔同聖經抄本咧係有唔同嘅寫法同埋意思。咁啊，學界似乎都未有一個好劃一嘅答案，但係比較主流咧有2種講法。一種咧就係按嗰個詞嘅結構去理解嘅，咁個畢士大池咧似乎係真係有2個詞啦。咁咧佢係一個雙數字尾嘅意思嘅，係啦。咁啊指呢個地方咧係一個有水湧出嚟嘅地方。咁咧可以理解係一個主同副嘅詞咁樣連埋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另一種咧，我覺得比較有說服力啲嘅地方咧，就係可以理解為咧佢係象徵憐憫嘅一個地方。咁咧亦都可以理解做係憐憫之家。畢士大池咧雖然鄰近聖殿場所，但其實咧佢唔係任何官方嘅一個潔淨場所嚟嘅，即係佢只係一個池一個地方。但係咧就好似一個化外之地咁樣，有一班唔同嘅病人嚟到呢個地方聚集，因着唔同嘅原因，佢哋冇辦法去到正規嘅地方裏面去聚會。而咧嚟到呢個地方去等候神蹟嚟到去被潔淨。按照咧人物刻畫嘅手法，我哋咧可以對接住落嚟呢一個耶穌看見嘅病人咧，去作出一啲唔同嘅分析同埋觀察嘅。咁首先咧，作者冇提過呢個病人嘅任何嘅背景啦，佢嘅身份地位。種種嘅呢一啲嘅資訊咧，似乎都係刻意去隱藏。我哋只係知道咧呢個病人病咗38年，但係作者咧又會描述喺池裏面咧附近咧有好多唔同各式各樣嘅病人，有瞎眼嘅，有瘸腿嘅，有血氣枯乾嘅。但係作者咧又迴避冇提及呢一位38年嘅病人，佢具體係患咗啲咩病嘅咧？佢嘅病情又係點嘅咧？似乎咧佢可以同耶穌進行對話，應該唔係一個聾啞人士啊。而佢咧又可以見到周邊發生啲咩事，見到啲池水喐，似乎佢又唔係一個盲嘅人啦。而佢更加咧可以喺水動嘅時候，啲水喐緊嘅時候咧，嘗試去落水，亦都似乎暗示佢唔係一啲行動不便嘅人。而喺以前咧，一個病咗38年嘅人咧，其實應該係好罕見嘅。即係以前嘅醫療應該冇咁發達，所以如果佢患上一啲嚴重嘅疾病，似乎應該都冇辦法生活到38年咁耐。而病達38年咁耐，佢又可以嚟到池邊，似乎咧都暗示佢係可以自理生活嘅一個人嚟嘅。咁我哋咧又或者都會好好奇啦，其實咁佢係出世開始就患病啦，定係佢係某一個特定嘅時刻先患病嘅咧？如果佢後生嘅時候，即係都38歲啦，即係我未到啦，但係啊，即係38歲，即係如果喺佢以前年輕力壯嘅時候，佢都冇辦法搶先落水，點解會相信過咗38年之後，佢可以有機會成為嗰個第一人呢？咁咧再分析落去，生病呢一個字嘅原文咧，asthenia。除咗咧係可以指一個人咧真係病啦，肉體上面嘅病之外咧，亦都可以指一個人咧係一個好軟弱嘅狀態。咁呢份嘅軟弱可能係指向身體上，亦都可以指向心靈上，亦都可以講咧呢個人受到一啲好大嘅限制。
我哋都可以想像，究竟呢一個人，呢個病人去到一個咩嘅地步，有幾絕望，先會寧願相信自己喺池邊，佢寧願相信自己係我遲過人落水，都唔願意接受其實呢一種偏方，呢一個民間傳說其實係無效嘅天方夜譚呢？咁作者咧其實就避開咗呢一啲關於病人嘅猜測同埋嘅推理嘅嘢，係啊，咁咧都讓我哋咧留下好多唔同嘅空間。咁咧喺讀書嘅過程裏面咧，就老師經常提及呢個創傷理論。咁創傷理論咧係近年備受關注一個話題啦。隨着大眾對情緒同心靈健康咧有好多嘅更加多嘅關注。唔少人咧都逐漸察覺情緒同埋昔日嘅創傷經驗咧，原來會帶嚟對自身或者喺社會上面一啲嘅影響嘅。咁引述老師咧係對創傷嘅理解係咁講嘅，佢話創傷咧係一種超出人能夠承載同理解嘅壓倒性經驗，往往咧顛覆人嘅世界觀，衝擊咧佢嘅價值體系，甚至撼動人嘅信念同埋信仰。創傷咧又係一種矛盾嘅存在。一方面咧，佢持續侵入人嘅身心記憶，好似夢魘咁纏繞；另一方面咧，人卻好本能咁樣去壓抑或者逃避，直接去面對創傷。創傷咧就好似一個熟悉嘅陌生者，反覆咁浮現喺受創者嘅生命同埋思緒當中，揮之不去。咁咧，而當代咧研究創傷咧，大約有兩種進路，一種咧就係心理學啲嘅取向。強調咧創傷嘅斷裂性同埋一種好難以言喻嘅狀態，視之為咧一個個體經驗裏面好難整合嘅傷痕。第二種方法咧就係社會學啲嘅取向，強調咧創傷喺群體裏面點樣透過敘述、記憶同埋故事嘅重構，去尋求療愈同埋社群嘅復原。簡單啲講咧，即係創傷咧其實係一種好具震撼性嘅事件或者經驗，佢無預期咁樣破壞、瓦解同埋中斷咗呢一個人對個世界同埋對他人嘅理解，亦都咧產生咗一啲長遠嘅影響。翻返去經文，我哋咧雖然冇辦法得知咧呢個病人點解病咗38年，但我哋咧可能好多時咧其實忽視咗呢一個病人嘅處境同情況。簡單咁樣咧，可能睇佢為一個冇辦法自由行動啦，躺臥喺個畢士大池邊長達38年嘅病人。但係當我哋頭先細心再去了解呢個病人嘅情況，其實咧我哋要見到佢未必係一個行動不便啦、生活冇辦法自理嘅人啦。佢其實咧可能可以經常由屋企往返池邊嘅，即係因為佢要生活噶嘛。咁嚟到池邊，佢又日復日咁樣去等候一個奇蹟嘅出現。或者咧，我哋又好容易咧會去批評呢個病人，點解要迷信喺呢一啲冇證據嘅民間謠言，唔去積極求醫呢？但若然咧，我哋以創傷敘事嘅方法咧去重讀呢個故仔，可能咧我哋都會見到呢個無名病人身上一啲難以言喻嘅經歷。佢呢一個迷信嘅行為，會唔會其實反映緊佢內心早已經對某一啲嘅事物失去咗盼望、信心？其實佢已經唔相信自己可以康復呢。過去38年咁長時間嘅病患裏面，由佢發病到尋醫，發覺呢個病情一直都冇好轉，反反覆覆，繼而放棄治療，可能呢去揾一啲偏方去嘗試醫病，甚或呢去迷信一啲嘅民間傳統。某程度上，呢一種生理上面嘅病，亦都咧轉移成為一種心靈上面嘅病。開始咧對生活、對生命消極，面對醫極都醫唔好嘅無奈，嗰啲去醫病嘅行為徒勞無功，亦都導致佢整整病咗38年。而喺眾多嘅病人裏面咧，耶穌看見，耶穌咧見到呢一個咧生活喺難以言喻嘅病患當中嘅病人，耶穌一句嘅問候，你想痊癒嗎？可能咧都道出咗病人內心最真誠嘅渴望，嗰種遙不可及、無法可以觸碰到嘅痊癒。不過呢個病人佢冇辦法正面去回答耶穌，佢係唔係想痊癒嘅？佢話
先生，水凍嘅時候冇人將我放喺池子裏面，我要去嘅時候就有人比我更加早落到去。病人咧嘅回應好含糊啊，佢咧反而咧以一啲嘅理由去推搪，掩蓋咧自己係咪想康復，掩蓋呢一種咧嘅渴望或者期望。佢係咪唔想痊癒呢？我哋又好難憑呢個經文裏面得出呢個嘅答案。但佢係唔係又好渴望去好返呢？似乎我哋又見唔到嗰一份嘅積極。以創傷記敘嚟睇，呢種咧或者都顯示佢受到長時間創傷經驗嘅影響。嗰份咧壓倒性嘅衝擊，令到佢冇辦法去言説自己嘅經驗。呢種言語頓失、失語、感知麻木嘅狀態，亦都咧冇辦法讓佢清楚咁去表達自己內在真實嘅感受。呢啲咧亦都可能係受創者對自身經驗經常可以見到嘅回應方式。長期生活喺創傷經驗底下嘅人咧，可能已經習慣活喺創傷嘅陰霾裏面，已經冇辦法憑自己嘅力氣去離開呢一種嘅狀態。所以咧，有時未必係佢冇去做一啲嘢令自己好轉，而係佢根本已經冇咗呢一個嘅能力。而耶穌嚟到，佢嘅看見、佢嘅問候，為生活喺創傷嘅人帶嚟新嘅盼望同埋一個轉機，讓到佢哋咧得到一絲嘅曙光。呢種嘅曙光可能好微弱，卻係十分刺眼。你想痊癒嗎？迫使咧人咧要去面對，為自己生命咧去作出呢一個嘅選擇同埋回應。究竟我繼續周而復始留喺個池邊，日復日咁等佢奇蹟降臨，自以為落到水就可以好返？其實咧只係做緊好多唔同嘅嘢去分散注意力，逃避去面對，唔敢去正視呢一個嘅問題。定係其實我係想得到痊癒，想捉住呢一份嘅曙光，踏出咧離開池邊嘅嗰一步呢？咁回想自己嘅生命啦，咁過去喺神學院嘅學習同整理，上年咧嘅年頭啊，咁喺工作嘅機構咧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咁經過咗好多一個長時間嘅處理啦，到最後都叫告一段落咗噶。呢一個過程咧喺整理嘅期間發現咧，原來對自己嚟講係一個幾大嘅創傷嚟嘅。即係雖然咧我自己唔係好中意用呢個字咧去講自己個狀態啊，咁或者都可能因為我成日覺得喂好小事啫，其實即係唔使搞到咁大陣仗喎咁樣。但呢一種嘅唔肯去承認自己嘅創傷經驗咧，其實都係一種逃避。事情咧可能真係有大小之分，但其實咧都冇必要咁樣去將自己嘅情緒去對立，亦都冇必要咧因此就去否定自己嘅情緒，唔去承認、唔接納自己都有受傷嘅嗰一面。可以唔視之為嗰啲事情係創傷，但唔代表嗰一啲事情其實冇對我嘅心理或者心靈上面帶嚟一啲嘅傷害影響。咁咧喺神學院一個5日4夜嘅退修營裏面咧，咁我就同其中一位校牧咧傾咗好耐有關自己嘅問題。咁樣原本咧諗住即係只係同佢傾下一啲牧養上面嘅難題啦，即係嗰陣時面對咗一啲牧養上面嘅挑戰啦。咁問下佢，喂，即係因為佢係一個資深嘅前輩，咁想請教下佢，喂可以點做啦？但係佢冇諗過咧，呢個校牧見到我背後背負住一個好大嘅創傷同埋重擔，喺傾談期間裏面咧，讓我可以好好咁樣去抒發面對自己嘅情緒。佢咧形容咧，我就好似呢一個患病咗好耐嘅病人咁樣啦，即係明知道自己咧係受傷有病，佢咧係冇辦法好好咁樣去面對同埋處理呢一個嘅傷患。以為咧每日行行企企，即係扮正常咁生活啊，返學放學咁樣，或者去到個池邊就會有神蹟奇事啊，天使咧嚟到就搞啲水咁，我或者擁我兩嘢落個池度就會好返咁樣。我都妄想咧喺一種咁嘅狀態底下，突然之間好似神蹟嚟到，自己突然之間會好返晒，一天都光晒咁樣。
所以當重讀經文，耶穌嚟到問我你想痊癒嗎嘅時候，原來我都會用好多唔同嘅理由、原因去堆砌、包裝、去逃避、去回答。我都唔敢去同耶穌講，主啊，我想痊癒。咁後來咧，再同即係個校牧我傾多幾次啦。咁咧由好實際層面嘅操作上面，到我心靈、屬靈層面嘅掙扎，都傾咗好耐。咁咧佢都觀察到我咧有好多嘅放唔低嘅情緒。咁咧就鼓勵我都係向上主多啲去禱告陳明，多啲去問自己嘅內心，為咗咩事去憂悶煩躁咧？有冇多啲將我自己嘅呢個狀態都向上主去講，向佢承認我自己其實有呢一份嘅軟弱，我咧喺情緒上面或者喺生活經驗上面，我經歷緊一種好難獨自面對嘅創傷咧，以至到咧我可以最終靠住上主主動咁樣，好似呢個病人咁拎起嗰個褥子，嗰張床褥。唔再活喺過去嘅嗰啲傷痕，而係咧俾自己有空間去學習同呢啲傷痕共存，帶住嗰份由上主而嚟嘅盼望，朝向上主。弟兄姊妹，我哋咧可能都有一啲自己難以言喻嘅情緒困擾或者衝突嘅經驗，可能咧來自社會上面，譬如雲福苑大火嘅事件。過去種種嘅社會運動，或者咧我哋仍然會紀念嘅六四事件等等，呢啲咧事件重提嘅時候，仍然咧都會牽動住自己嘅情緒，又或者可能嚟自家庭、成長、工作等等，種種難以言喻卻揮之不去，呢啲嘅傷痕、病，冇被正視、了解、聆聽嘅聲音、情緒，可能咧仍然潛伏喺身體裏面。為我哋帶嚟一啲嘅困擾、病痛，可能咧都係醫極都醫唔好，間唔時走出嚟咧鋥你兩嘢。我哋彷彿咧都好似呢個病人咁樣，有一啲嘅傷痕咧冇辦法或者未能夠去處理面對，亦都有一啲我哋可能逃避、唔敢面對、觸碰嘅傷患、病痛。面對難以言喻嘅創傷經驗、情緒，人咧可能冇辦法。面對，亦都冇辦法靠自己走出困境。但係經文讓我哋見到耶穌咧，佢係親自走到嚟病人當中，佢咧看見呢一個患病38年嘅人，見到佢身體同埋心靈上面嘅病。可能面對創傷經驗，我哋要做嘅就係向上主承認，亦都接納呢一個面對緊創傷嘅自己。而藉住經文，上主咧都提醒我哋，佢看見我哋每一個人嘅狀態同埋需要，見到我哋嘅日常生活、靈性生活，亦都咧主動嚟修補我哋喺心靈上面嘅破口，讓我哋咧可以得着新生嘅勇氣。耶穌呢一份嘅看見，成為咗病人或者每一位受創者最大嘅安慰。過去咁多年徘徊喺病患傷痛之間，身心咧早已經被傷透磨蝕，但係基督嚟到看見佢，醫治佢，創傷要得到醫治，最終咧可能唔係換嚟一種大團圓式 BBQ 嘅結尾。作者咧亦都冇指出呢一個病人得到醫治過後咧，佢就有天翻地覆嘅改變，從此咧滿有生命力咁樣擺脫咗嗰個舊我而去生活。我哋咧喺經文裏面亦都見唔到呢個醫治過後咧有一啲好似好神蹟奇蹟咁樣嘅，好似瞎子開眼啊、死人復活等等嘅痊癒境況，反而咧係一種好平淡日常嘅結局。耶穌佢看見，讓人咧有勇氣、力量，選擇咧去拎起嗰一張沉重、殘破不堪、象徵式嘅自己嘅病患、無能力扭轉嘅創傷經驗嘅嗰個床褥，令人咧唔再躺臥喺嗰個令自己好舒適、自在、自憐嘅安舒區裏面，而咧去重新咁樣如常過活，走到人群當中，同呢啲傷痕共存。
延續約翰福音第4章提及耶穌咧，佢就係嗰個叫人永遠不渴嘅活水泉源。嚟到畢士大池邊嘅呢個病人當中，呢一個嘅活水泉源賜予咗佢新嘅生命，而佢嘅活水重新攪動咗呢個病人內在枯乾不動嘅生命。真正嘅痊癒唔係嗰種搶先鬥快跳入個池裡面，而係咧被上主呢一個嘅活水泉源所充滿，從而咧獲得重新面對自己同埋群體嘅力量，唔再被昔日嘅病患去支配。痊癒唔係咧將過去所有嘅經歷咧拋棄，當作冇事發生，而係咧能夠帶住從上主而嚟嘅盼望，勇於咧拎起嗰一張承載住傷痛記憶嘅床褥，成為走過嗰一段日子嘅見證。咁咧最近咧有機會就以執事身份咧同幾位準備加入善樂堂成為會友嘅弟兄姊妹傾談啦。會面當中咧，亦都重新去聆聽咗善樂嘅歷史。無疑教會曾經都經歷一個好大嘅創傷，但幸好咧有上主以及一眾弟兄姊妹，整個嘅信仰群體一齊堅持，一同修修補補，先至咧可以重構呢一個符合信仰教導原則嘅世界觀、價值觀嘅教會。而當我哋面對難以獨自面對嘅創傷情緒嘅時候，願我哋咧都係倚靠上主。喺群體裏面咧有啲咩唔啱咧，就拆到啱，互相咧看見對方嘅需要同狀態，亦都看見佢哋嘅軟弱，一同咧去修補各樣嘅破碎，互相咧去分擔分享，彼此牧養關懷，堅守延續教會嘅使命同埋價值。咁啊，日本咧有一種傳統工藝咧叫金繼啊，咁可能大家都會聽過。透過咧長時間修復嘅過程咧，讓一啲即係打碎咗嘅陶瓷啦、器具啦，可以修補過嚟，重新去使用。金繼咧佢冇刻意去隱藏嗰一啲破碎嘅裂痕同埋痕跡，反而咧用上金漆，喺一啲修補好嘅裂痕上面畫上一條條金色嘅線。呢門工藝咧，亦都經常借喻咧描述人面對好多嘅破碎、創傷、傷痕，冇辦法去磨滅、消失。但其實經過一段時間嘅修修補補，我哋咧都能夠去同啲傷口共存，帶着呢啲傷痕繼續走落去，見到上主恩典嘅足跡。咁我即將都要拎起我嘅床褥，進去咧嚟緊未知嘅地方去實習。各位即將暫別嘅善樂人，無論咧今日面對住乜嘢，無論你今日面對住咩難以言喻嘅傷痛，或者可能有啲未放得低嘅過去，願我哋咧都唔好攤喺呢個池邊等候奇蹟。我哋拎起我哋嘅床褥，喺亂世中藉着基督，亦都喺群體裏面繼續修修補補，帶住呢啲傷痕一齊前進。願主祝福大家。我哋一同祈禱。上主，你察看到我哋每個人嘅內心，我哋咧可能都有好多難以言喻嘅經歷情緒，但你都一一細察。求你賜下勇氣同埋安慰，讓我哋咧可以有能力拎起嗰一張嘅床褥，從你而嚟得到真正嘅痊癒。喺群體當中一齊修補破碎，面對我哋自己嘅內在，亦都從而喺世上見證你嘅信實同埋愛。感謝主，禱告奉主名求。